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其实讲到音乐一件事情吼，喺我睇我哋人生地位，唔管係唔知講係快樂啦、難過啦、吼心情唔好啦，冇心情佢聽嗰可以去批判人哋一啲改好嘅一啲念頭。你今日有唱到係我哋嘅廣播有名嘅主持人，我哋人安妮先生嚟到我現場。有一種人分享講，以後我用音樂做一啲人生嘅開始，同時發展以後嘅多重嘅音樂嘅藝術。我哋馬上歡迎安妮先生嚟到現場。安妮先生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嚴安妮。係安妮先生係歡迎今日來到我哋現場吼。因為我哋講其實好多先生講大家好一件事情吼，我都發現先生嘅客話講嘅。其實音調幾準呢？是這樣。好，那我是來自於苗栗，的客家人客語。係，嗰時係媽媽嗰邊係客語係咪？媽媽嗰邊係，嗰時萬歲有聽到媽媽過去外家，去專門家麼？回娘家。有，那個長時間，小時候都常常回到跟阿婆，生活在一起，然後吃她煮的東西。那還記得講，嗰時同阿公阿婆嗰時喺專門家時間，對於客莊的印象是什麼？我覺得是一個很熱鬧，然後會有很多的驚喜，包括食物。包括食物，对，包括食物，就像是我会做班嘞，我才会知道说，好，还有那个昂菇桂，还有很多特殊的食物，原来那是我在小时候的零食，可是对，都是阿婆我们一起做的，所以我发现那些食物对我来讲，到现在还有很大的记忆。万岁有同阿婆做过班嘞，做过我的客家米食。对，然后。阿婆做很多的食物，比如说她还会腌那个菜干，她就跟我们讲说，那个萝卜现在做好不能吃，要等明年的时候才能打开来。所以那么小的时候的我会很期待明年就再去看阿婆，因为念书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可以常常去，但是有这种记忆。然后隔年我会带着我们自己做的这些酱菜瓜，然后回到家里来。吃这些食物，等于那种美味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对，可是我们这个，我哋提供後來其實做過多事情嘛，但是人一開始嘅時間係因為音樂嘅關係。可是幾時間你會去學習音樂呢？我覺得學音樂的過程是因為，我媽媽發現，就是家裡以前是那個水泥地，然後門檻很小，我個子很小。所以媽媽就會發現說，喂，要叫人嘛，那誰誰誰，阿婆還是誰誰，那我就發現我每次都，我媽媽有發現客人來的時候，來過一次我們家，下次再來我都會叫對，然後說奇怪，我們其他的人都不會記住，原來我媽媽發現我是去聽地板的聲，它就腳步聲。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然後記起來哦，這個的聲音是誰？這個是叔叔誰？我就記起來，我媽媽就會發現我的音感不錯，然後後來就發現，好像說每一個小孩子都要學一技之長，然後就開始讓我看看有沒有對音樂有興趣，他覺得我有音感，然後就送我去大班課，雅馬哈一起開始上音樂課。是這樣子才開始我對音樂的感覺，那老師也覺得我好像在這方面的發展是蠻厲害的，所以老師希望我繼續往這邊走。可是剛才話，你這個因為媽媽有發現到人音感嘛，然後你開始去上課，咁你一路上，唔會想到講，我係咩？下一輩都用音樂來過一生咯。比如說，你會不會覺得說以後音樂可能就是你的職業？一開始不會覺得，只是媽媽說要學一技之長。我們家4個小孩子都有接觸，但是他就告訴我們說，因為爸爸賺錢很辛苦，要學才藝呢，你只能選一個，就不能換咯。如果你換了以後就沒有，就要認真讀書。那我就想說，我就只有音樂這一塊我比較喜歡。然後很特別的是，我媽媽說我從小是聽收音機的，就是如果要照顧4個小孩子。然後很小的時候是嬰兒的時候，應該說也不是嬰兒，就是比較小的時候，我需要有人跟我講話。媽媽是不是大部分都會有那種床頭故事，對不對？我媽媽因為顧不了那麼多，所以她就買了一個小型的垃圾油，然後放在
我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始就会有转收音机，然后我就会一直认为这是有人在跟我讲话，一直讲话，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所以我对声音的敏感度，歌曲，我妈妈说我歌曲听过一次，大概就记得就会唱，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我喜欢音乐这件事情，然后练琴，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的接触。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但是那时候我都不觉得它要成为我的职业，只是要去考试，然后考到现在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以前是国立艺专，考到艺专之后，我也没有觉得我要成为职业，只是说那个是我喜欢的地方。然后到艺专的时候，我们学校有10个系所，所以除了舞蹈、国乐跟音乐这3个是5专生读的，其他的都是高中生，所以有电影啦、美印、美术、雕塑、戏剧、广电，有10大个科系。所以我们觉得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连住宿的时候，我们学校是4个人一个住宿，然后这4个呢，学校安排的是4种不同科系的人住在一起当舍友，所以我才会说我的多重宇宙是来自于我念艺专的时候，他给我发展这么多，包括食物，从阿婆那个时间，他很厉害，他一直给我一些印象，就是当台风天他会做什么，然后遇到什么没有的时候，他会做那个东西出来，他从来都不会在我面前发现辛苦的过程，都是一种乐趣。那看着他，我就发现读书这件事情，或是交朋友，或是未来这个记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毕了业之后，好像应该要大家都跑出国念书哦。可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爸爸生病过世。那生病过世照顾的时候，我就必须从台北再回到高雄，再回到高雄来，然后就开始照顾爸爸。然后他离开之后，就剩下我妈妈一个人。那我只剩下什么？我觉得我只有钢琴教学这件事情可以当老师赚钱嘛。所以从那刻时候，我才觉得音乐好像要开始可以赚钱了。要不然我就会跟同学一样，都跑去出国念书，回来再做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这样子。那一刻开始，我才发现音乐我可以赚到钱。我去学校教书，然后教小朋友上课，然后这样子去维持跟妈妈生活之间的连结。等于说你会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接触到很多你原本接触不到的，比如说电影啦，甚至是制作啦，甚至是舞台剧，甚至是广播。而且最特别的是，我们每一学期的老师的宿舍里面的同学绝对是不一样的，然后就会有1年级、2年级，然后我还曾经跟一个寝室去学洗照片，冲洗上去暗访，那这些经验包括雕刻，哇，我都觉得是一个学习的开始，所以进到学校才是学习开始。可是很有趣的是，因为我的台语包括一些客家话的熟悉是在台北开始，那大家都会觉得我应该是讲台语的，在南部，对不对？可是我到台北才开始学台语，这个语言也让我发现说它是一个很好交朋友的方式，然后也闹过很多的笑话。举例来说，因为他们知道老师会自我介绍嘛，说你哪里人，我就说我是爸爸是湖北，妈妈是苗栗客家人。他说好了，你会不会讲客家话？因为我们班都不会讲客家话。然后结果老师就讲一个笑话，他说你知道吗？客家话有一个笑话哦。他说你知道国语的对在客家话怎么念？是错。那国语的不对，好，但是是错。所以大家听得懂意思，所以当时大家知道原来客家话其实很像英文，那个它有一些反义词，然后让大家认识我这个来自于客家的女孩子，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的语言的交流，所以大家慢慢的就会接受客家文化、客家食物，也从我开始，我也觉得很开心。其实高雄其实真的，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有所谓的城乡差距的啊。譬如说，台北跟高雄还是有差别，尤其比较早期的年代里面，这种资讯网案发达的时间，高雄相对起来，在艺术啦、音乐的，它发展蛮过慢。那其实觉得吧，你不感觉到啊自己有志难伸，会有这种感觉吗？不会，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看我是从台北来的，所以觉得哎呦，台北来的那可以在高雄很好他们是这样看待我，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在台北的好的方式
带回来南部，才不会有那种城乡差距，应该是这样。那不要一直觉得台北比较好，那愿意来到某个地方，你又是你的出生地、成长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骄傲，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而且我们的同学都还有那时候有联系嘛，所以这个部分还 OK 的。他几时觉得吗？你这个还以某腔啊好高去教书，係咪？我那时候因为就只到音乐班教琴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因为为了要还爸爸的债务，所以我还有去兼其他的课程，那是兼那个幼儿教育。那幼儿教育里面开始要写教案，它跟学校不一样，学校只要教琴，对。可是如果你要教小朋友，那么不同的小朋友哦，你要怎么样用小朋友的话，然后还有爸爸妈妈糖死，然后要教小朋友，然后要写教案，要做教具、做道具给小朋友玩。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趣，那发挥了我喜欢玩的这个过程。然后加上小时候那些经验，我会讲在我的设计，在我的课程里面。我大概这个我是在林荣德音乐班，那林老师在今年才刚刚离开，然后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启发我们学音乐的奥福教育。好，这个是我觉得是相对的，我们说教学相长，就是我教他的同时，我也重新的回到像小孩子那个时代，可以玩在一起。那是我的开心时候。可是安妮先生唔單止講用嘢音樂慢慢的行出以後一條路，但是下一段節目我要同講，其實安妮先生伊唔單止嚟做音樂，其實後來做廣播。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今日节目我哋咧广播嘅有名嘅主持人，我哋杨爱妮嚟到我现場，同你分享過，當初伊做乜嘅學音樂，我想問下先生因為頭先你即個講，你即個歸到高雄以後啊，唔單止照顧媽媽幾時都開始教人家音樂嘛但是後來做乜嘅又開始去做廣播咯，咁乜嘅原因咯？因為我後來是教小朋友嘛，那小朋友的時候就會有人來問我說，怎麼樣讓小孩子變得更聰明？因為大家都說要聰明，要聽莫扎特的音樂。那什麼原因？他就開始訪問我，所以用這個理由，他講完之後，他發現我的口條聲音還適合廣播。1年之後，他就問我說，有沒有興趣在電台裡面介紹莫扎特的音樂，或是介紹一些跟音樂家有關的事情？是這個緣分在高雄廣播電台開始的。我談過簡單，但是我講其實冇簡單，因為唔講我天南講樂理的部分，班人一定都談唔識。但是你又要同嗰種外國的人的音樂，同其他人的神法，好去做結合的時候，現代人才可以去理解到底當時為什麼用這樣的旋律去代表悲傷。譬如說月光好了，有人就說完全聽不懂他在講月光什麼東西，可是其實人能用去把這樣子的音樂去轉譯成我們可以理解的東西。這樣子的方式，阿咪咕講得很好。比如說月光，其實它是一個，如果去講音樂家的故事，很多人都喜歡聽故事。然後聽故事的時候，大家就知道原來貝多芬寫這個曲子的時候，後面有一個故事。然後聽完故事，然後我就會說，讓大家來聽一下貝多芬的月光，就是故事裡面再講出來，然後大家就會比較有記憶。那這個可以回溯到我從小就很喜歡聽故事，對不對？就是媽媽的床邊故事，然後廣播裡面聽故事，然後我一直覺得聽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那我會盡量想辦法，就是他很辛苦因為那時候只做30分鐘的節目，可是我大概要準備3小時，在裡面錄完之後他自己聽，那個時候其實是盤帶黑膠盤帶到 MD。大家就會知道說我經歷過很多的聽過好多的好的音樂，然後這些音樂你要讓我覺得哇，原來學校教的才一部分而已嘞，社會上有太多好新鮮的事情可以學，然後完了之後你要怎麼樣轉換變成比較對方聽得懂的人，然後又不能太長，又講到重點，
那时候没有 MD， 所以是不是有黑胶唱片？可是对我那个年代，我对黑胶唱片有感觉，是因为爸爸妈妈的时候有放黑胶唱片给我听，所以我知道怎么几路转，然后用盘带怎么去做这些事情，我就很开心。原来我已经可以回到爸爸妈妈、阿嬷、阿婆的时间点的事情。然后那时候还有更特别的是，有些 CD 是要自己带去电台的。我就要知道说哪一段音乐是我要的，然后在录音室里面剪辑这一段，然后包括声音的大小，然后 fade out 等等，这些都没有人教，就是电台很好，它就是告诉我们花时间去磨在这个部分，你要的东西，你要的情绪，那这个其实是学校没有教的啊，学校只教一个技术一个理论，也就是奠定我说从学校那一刻开始之后的东西，我必须要在进入社会之后不断的丰富跟强化，然后让我觉得更喜欢。还有的意思是大家就会来上我的节目嘛，然后这时候我发现这又是一个困难哦，因为我要访问阿米古，那是不是要知道阿米古所有的事情，然后开始读？可是呢，时间有限。那阿米古来的时候，有的很会讲，像阿米古这样很会讲，也有的不会讲哦。那怎么办？要想办法给他稿子，然后要怎么讲？又花了更多的时间，然后真正播出大概只有30分钟，顶多1个小时，然后剪。所以我在录音室里面待过很长的时间。最让我深刻的日子就是 SARS 的时候。那 SARS 的时候都没有特别来宾，只有剩下广播。然后我的朋友就是在台北的和平医院。这时候大家就只能听我的节目，就是每一个礼拜时间到的时候，我就开始 call in， 然后让大家聊聊天，然后 call in 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想听什么音乐，我就开始点播，说等一下你就会听到有什么音乐给你听啊，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没有他的声音了，那我就知道他已经不在。可是这个广播是不是带给所有人一个当没有人陪伴的时候的一个力量？所以音乐很棒啊。那是不是让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在这个行业别里面继续努力？所以像最近的这个疫情，大家是不是透过音乐还有一种疗愈，甚至更开心？然后因为现在的环境其实比较好，因为有手机有 LINE， 各方面的需求点跟广播又不太一样，但是大家还是透过声音去抚慰你没有人在你旁边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广播其实可以透过我的声音。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后来吧，你这个做广播，然后同时嘛，你的听众也很多嘛，那中间你有没有过印象深刻的故事啊？其实有一个印象深刻是让我觉得原来声音是一种记忆。我的朋友里面就有一次吃饭，大家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你的声音好熟悉，因为他不会觉得安妮就是我广播里面的安妮。”然后他就想说：“你是不是在广播里面做节目？”我说有啊。哦，那你是不是我想起来了，你在广播是不是也叫安妮？我说对啊。你知道吗？你是我在12岁的时候一直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了我3年。然后他现在30几岁，我们遇到嘛，他就想说那时候为什么要听广播？他说我们老师说学音乐的时候一定要听广播，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知识，然后当作业，就是1个礼拜听1次，然后有了些这个广播里面讲什么音乐家，你要写起来。他就是这样子，他会发现原来广播里面的记忆到现在经过10-20年，他遇到我，等于说本尊，对不对？听到了原来这个就是他的古典音乐养成。所以他说他的古典音乐的知识是12岁那个时候国中那3年所累积起来的。那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会说原来真的有人在听。然后后来我们电台基本上高雄广播电台，他会做一些每3年做一些像类似 NCC 的调查。就在问卷调查之后，我是所有在那个时段点，大概这几年来大概有听说有700多万人听过这声音，然后就也许会不会留存继续听我不知道，就是他就是有人听过这个节目，包括我的声音。然后我说原来广播的影响力其实是蛮大的，很大很大，尤其是记忆的影响力其实是归他呀。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要做访问，对不对？然后我就会看到一个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他的要怎么养成的过程，
他等于是说来我的访问里面1个小时，所以我的节目就从半个小时到了1个小时，后来到2个小时。那这个时间点我要丰富我的节目内容，我就会有去做一些深度的访谈，然后我就会找谁可以适合在空中影响大家的比较艺术家或音乐家或制作人等等，然后我就会自己去找这些人，他们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认真，然后用他们的方式来宣传音乐，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听众知道，在音乐会之前，你要一些的故事，你就比较有感觉。没有错，其实我谈过我的呢，安妮先生的节目哈，因为之前我还几时间嘛，还隐蔽谈一的音乐会以前，我就知道说这个我们的算是艺术家来说好了，音乐家来说，他已经有一个录音的节目了。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先谈过以后，再去听那场音乐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那种感受，因为其实每一场音乐会都是对于音乐家来说，它是不同的诠释。对，嘿，可能同一类歌曲，但是他诠释的方法不同，或者是他那个时候他希望带给大家的什么样的感觉是不同的话，那个时候同样一首音乐，其实它的感觉起来就会完全的不一样。那其实后来挪一回是又跨足到乐龄的教学，这个领域很大呢。因为现在是想说，那还是回到我跟阿婆的时间点，因为阿婆包括我更小，她在带我的时候，她都会唱歌啦，她会有很多的手艺，然后再加上我爸爸是不是他在不到60岁的时候就走了，然后我妈妈就很辛苦的带这4个孩子，后来我妈妈也有工作，好让她，因为我妈妈是幼教老师，所以我跟她在一起，也很快乐很开心。可是我就发现，如果这么年纪大，如果遇到我们人生的无常，该怎么样去应变，然后让自己更快乐的活下去，这是要有一些方法。然后大家都说学音乐可以让自己快乐，可是为什么长辈快乐不起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哦，因为我经过父亲的突然的离开，然后再加上这段时间点，我的阿婆就失智了，她就慢慢的就搞不清楚状况，才发现我熟悉的阿婆她已经不认识我了，怎么办？那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要有来解决。然后我的全家人都很辛苦，因为要照顾阿婆，他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而且我也想过说，如果我有一天我是用弹琴，对不对？那如果不能弹琴的嘞，我怎么办？我怎么照顾我自己？所以我会比较有多的那种危机意识感。可是乐团的故事都变成讲，后来然后安妮先生都开始同我哋嘅乐龄教育有得连接。那下一段节目我哋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因為我哋安妮先生喺生活地步都真係讀到爸爸歸做咗高神嘅同時，也阿婆嘛失智嘅，但是面對人嘅問題，其實安妮先生唔會感覺到講，我剛剛讀到困難樣咯，而反而會想到講，佢係咪我可以去聽書嘅等人，慢慢地去行過樂團嘢嘅，休息下我哋下個節目我同講。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到节目我哋广播主持人安妮先生嚟到我现场同你分享讲，伊个时节读到爸爸归做咗过身嘅同时，阿婆嘛失智，影响去面对也嘅问题。嗰时个时节，我开始如因为也嘅原因，嗰时我开始我哋呢乐龄呢一啲教学系咪？因为我觉得音乐一直会让我快乐，然后也可以唱歌，我就想说，如果说我有一天不能弹琴，那该怎么办？怎么去照顾我妈妈？然后我从我妈妈身上就想说，我要陪着她的时候应该怎么照顾？就是阿婆失智之后，大家其实很紧张，然后现在阿婆还在哦，那她的失智的状况其实会影响家庭，我不希望我妈妈也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就开始想去上课，说怎么样去帮忙长辈，然后做这些课程，然后用音乐，用我最熟悉的音乐去陪着他，然后唱歌跳舞。所以这个是我在设计，然后当时的这个教育部中正大学就开始有这些发展的课程，我
我就去到嘉义上课，然后就去当学生，然后边上课边当学生边当老师，就很多的多重宇宙的状况，然后就开始设计课程。然后我觉得然后教长辈的时候，我都把这些长辈们当作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的哥哥姐姐，或者是阿婆阿公，这样子去带他们。然后我其实学到很多，因为他们都把我当他们的小孩子在照顾。每一样音乐，我就发现这个时候我会把重心加上少子化的原因，我就会把重心放在高龄长辈。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如果教一个孩子成为优秀的音乐家，可能只有一个家庭开心，对不对？就是我家的孩子好厉害，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把一个失智的父亲或者是母亲照顾好，或是阿公阿嬷照顾好之后，其实是有3家人会开心。第一，你自己开心了嘛，然后再来你的孩子们，另外一半就会开心，就会有3个家庭不会那么的忙碌。所以这是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方式可以去协助别人，所以我才会说慢慢的在重心转到乐龄高龄化的社会去慢慢的安排。而且我做的很多的跟高龄化有关，譬如说老人家的情绪沟通，然后老人家的财务，然后呢还有老人家死亡之后的照护。比如说他走了，可是他家里面的人其实还很伤心，怎么办？这些都是乐龄产业高龄化社会不能说的秘密，但是是公开的秘密，一定要面对的，让他们可以有快乐而且有尊严。等于讲，这个为伊在教学来讲的话，其实唔单止係照顧我哋嘅實質嘅老人家，其實蠻照顧到方方面面。都像頭頭講嘅，其實照顧伊啲老人家好嘅話，其實唔單止係你這個溝通，好，也係適應嘅溝通，也適應嘅另外一半嘅家庭，其實真係蠻溝通。我發現到講，應該也唔係嚴格嘅問題，這是一個對人的一個算是關心了。可是這個關係是源自於你小時候跟阿公阿婆的那種相處的一種快樂的情形。其實觀眾朋友談到人，你唔以為講，家人喺安妮先生係咪都開始教學嘅？其實唔係呢，因為有啲名啊，票房的魔術師。好，意思就是幾多事情，譬如講我哋今日我哋喺現場地方有一投訴，投訴其實同另外一啲工作係有關係，我哋馬上搶到安妮先生，同他跟你說明講，今日我也投訴，同時做乜按照票房的魔術師。安妮先生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好不好？因為票房魔術師應該是說源自於廣播嘛，我現在還是在做這件事情，只是說你要讓這個東西，讓這場音樂會很多人喜歡，其實有一個。你就不能用大家知道的方法，就比較也因為我是學音樂，所以當阿咪咕如果你來上我的節目，我就不會問別人問過的問題，我會問阿咪咕你其他跟音樂有關的事情。大家比較喜歡聊八卦，聊大家看不到的事，而不是台面上都知道。一聽完之後，聽眾就會覺得說，這個比較有趣，然後加上這個，比如說阿咪咕你覺得你那麼多人訪問之後，安妮的訪問比較好。然後你就在臉書上分享嘛，下一次你會告訴別人說，如果你要來高雄音樂會，你一定要上安妮的節目，那個票房就會起來，就是用這種方式讓大家覺得，我的票房魔術師的名稱就來，然後再加上我很多元，也就是說，今天我覺得這場音樂會很棒，應該有些什麼人都要聽，我就開始用臉書啦，或者是 LINE 去分享，所以大家知道的情況就會更越來越多。那這些長輩，譬如說我們說這個同輩的也好，或者是長輩們，他們聽到了之後就會覺得，原來我還有新的東西可以說。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在念碩士的論文的時候，有做過文化中心，那時候還沒有衛武營文化中心的服務品質調查。這個調查裡面有發現一件事情，因為我在問卷的時候，就有人說呢，我不要再去聽音樂會了。為什麼？因為中場休息太短。那我去上廁所，老人家上廁所都有問題，對不對？比較慢。等到我音樂會，我上廁所完再回到座位的時候，可能我也走得慢，是不是音樂會已經開始了？那我是不是就不好意思
再去坐到那个位置。那我花一个钱只听上半场，那我干脆就不去了，有面子的问题。像这样子，我就发现，而且文化中心都只有残障座位，对不对？它并没有老人的。对于这些行动不方便的人，他要坐哪里？这时候我就在2016年办了第一场现场的音乐会，也就是说，我把所有会发生的问题通通都解决了。我现场呢就没有中场休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我会把这个位置啊就画一个乐龄专区，老人家可以到处走走。好，这一区是他们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就是所有的长辈，因为会带别人来听，我就让他们有一个叫做尊荣票，当时叫做乐龄票啦，就是说不打折但是你是买一张送一张。现在大家都有很多乐龄票，那这是我开始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愿意去把孩子，我买了一张，请你来嘛，要不然有的人不愿意赔，对不对？他就去听完音乐会，然后我这个音乐会里面的设计是可以 call in 的。阿米古，你有听过音乐会有在 call in 的吗？尤其是古典音乐我们进到古典音乐是不是叫你关手机？正襟危坐。对，但是我的音乐会觉得要轻松，所以我的音乐厅的音乐会是可以用手机的。然后我的音乐会上面会有现场 call in， 就是把我要 call in 的号码秀出来。所以如果你要点播，就是我把广播的元素搬到了音乐殿堂，直接实现。然后里面要点播歌曲，我就先秀出来嘛，有多少歌曲。然后如果你想要听这首歌曲，请你打我的手机号码，然后会秀出来。所以真的有人打了之后就接了，他就说他要点第几首。他譬如说他要讲的那个Say More暗讲，他点这首，然后这是我们准备好的曲目嘛。所以所有的音乐家都在台上，所以点到 C 妹暗讲的人要吹这首曲子的音乐家就要从舞台上他们不是从后台，是从舞台上走到前台来就定位。那在这个就定位的过程里面，我就要跟着点播。假如是阿明古点，我说为什么你要点播这首歌曲？然后他就开始讲嘛，他讲的过程大概1-2分钟，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观众好，他的好朋友就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开始上传，对不对？分享，然后大概2分钟的时间，音乐家是不是也就定位好了？然后我就会说现在谢谢阿米古的点播这首 C 妹暗讲，现在我们来听这首 C 妹暗讲，就用这种时间点的方式，让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去上厕所也没关系，也没有中场休息，也可以用手机，你想用手机忍不住，通通都解决了。所以这一年的票房非常非常棒，所以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元素，所以长辈们可以进去音乐厅了呢。他们愿意欣赏音乐，然后让自己有朋友。而且透过种种的设计你真的是让我们会觉得说，跟音乐的那种距离是拉近的。对，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因为其实我们就一直被教育到过，一堂古典音乐的时候要正襟危坐堂不可以睡莫过你表示讲这个水准不拉摆但是就从多少的呢欣赏讲因为其实那常常会提供一个音乐家的演奏同一个曲目，他其实他会用这种方式去演奏，其实跟也会成长背景是有关系的。就刚刚老师说的其实不是我们爱听八卦，而是说他的成长背景是他发生的事情，会改变他如何去演奏这个曲目。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说他曾经有一段很痛苦的失恋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接下来他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一段，他是如此的深刻。对。那这个就是我在办，也就是因为自己的音乐会，所以策展开始，大家就很喜欢，希望我帮他们办不同的类型的音乐会，然后不同的形式，然后加上有长辈的，有任何很多艺术观念的结合，这就是我开始一直从2016年开始就是做这些策展的活动。那我有一个很特殊的，应该这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如果做别人做过的我不做，这是我的个性。
好，我会希望说带来新鲜的感觉，然后让我周遭的人都觉得有很大的活力，这是我自己期许在我做这件事情上面。简单来讲啊，真正的你可以想象，做嘛讲，伊咧，譬如说我们故宫文物，其实算是一个，有人讲啊，这种个老东西啦哈，反正都明年都摆台给，有观光客会去看，然后平常人会不去看，因为其实这故宫文物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算是我们的国家最重要的部分，但是用啊，去用一般人去了解一件事情，其实不简单。因为我拿到这个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其实是在疫情期间。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哪里都不能去，就有看书嘛。然后每天我都很喜欢，我就发现原来我以前去故宫，有些有看到，在书里面有些没有看到。那我自己喜欢，为什么不可以去分享给别人？要怎么分享？因为我也有在教 Podcast 的事情。如果说我让所有的这些文物呢，可以给长辈们或是任何一个人呢，每天一点点1分钟的艺术养分。那这个是我自己看完之后发现里面的，有书法的，有字画的，有瓷器的，有收藏的，有那个历史年代，这个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艺术。我常常把它定成为它是一个品味生活的方式，那我们可以收藏，所以我就会定调这个方式，让大家，它的 title 叫做听妮。安妮的妮啊，听话，那个话就是这个话啊，或者是讲话的话都可以一语双关。我就从兔年开始每一天1则，然后录上我的话，然后晚上9点以后才传哦。为什么要9点？因为大家心情比较平静了，然后听完我的声音讲完之后就比较好睡觉。这是我用一般早上不是用早安图，我是用晚安的方式跟大家道声晚安，然后大家每天听，一直累积到现在，太多人都等。很有趣的是，有一天我故意没有 po， 然后就有人问说：“老师，你昨天是不是忘记了？”啊，其实我很清楚，说他们已经喜欢。然后我们把我们国家的这种宝藏收藏在自己家里面，阅读你会产生生活上的视野，这是我在努力的地方。可是看了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其实不管睇读到某个事情，其实安妮先生都可以用一种归乐观、归正向，同时归发派的方式去面对的问题。同时我发现到讲，其实安妮先生一直扮演到一个桥梁的角色，就真正都可以把我哋归复差不音乐、归复差不一个艺术种东西，透过艺术的一个转化。会强壮的带本，他可以去想说啊，人哋音乐安讲，人哋我哋呢故宫嘅文化地方有安讲的地方。今日我感谢安妮先生嚟到现场的分享，安子彩故事。安子sä阿明哥，安子sä。休息一下哦，都听下啲先生来看运动哦。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哋面书点赞，还有到我哋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